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觀眾成成 A 王成。我而家都終於翻到嚟香港啦。好，等到而家終於都可以拍片。講翻起我去高雄最後2日嘅行程，即係喺我今年生日嘅前1日，同埋今年淨係生日嘅行程，喺高雄最後呢2日嘅行程，要同大家講翻。7月12號，即係我生日嘅前1日，我就係好早起身啦，喺酒店食完個自助早餐之後，翻上房，等咗冇耐咧，酒店職員就俾咗個 surprise 我，就喺我生日嘅1日前咧送咗生日蛋糕俾我。我真係諗唔到我今年嘅生日會喺台灣度過，仲喺高雄度度過添。呢個機會對我嚟講係好難得同埋千載難逢嘅機會嚟。我諗我嘅有生之年呢，好難有第2次機會可以喺香港以外嘅地方過生日嘅啦。我真係萬萬想唔到啦。不過呢個講翻起今年食嘅生日蛋糕係唯一一個生日蛋糕嚟嘅。呢個生日蛋糕喺香港係冇嘅。呢個蛋糕就叫做好似叫金油檸檬蛋糕。呢個蛋糕呢，我冇估錯啊，一定係台灣製造嘅。接受完酒店送俾我嘅生日蛋糕同心意卡之後，跟住我就去高雄度遊車河啦。遊完車河之後，大約下晝3點左右，我就翻到酒店休息下，跟住喺酒店附近度行下啦。行完之後又翻酒店休息，跟住去到大約5點嘅時候，我就去咗 S-Cam Park 度食晚飯啦。都係喺牛肉湯嗰度食晚飯啦。但食完晚飯之後，我就去咗夢時代坐摩天輪。今次我想試下喺夜晚嘅時候坐摩天輪係咩感覺。但係我上到夢時代嘅天台嘅時候呢，喂，變晒啦！冇去1年，其他個遊戲設施啊，仲有我一直見到個恐龍咧，都已經冇晒啦，得翻個摩天輪。不過夜晚坐摩天輪同埋白天坐摩天輪感覺唔同啲，白天視野就好啲，夜晚視野係差啲。雖然夜晚高雄之眼個摩天輪有燈飾睇係好靚，但係夜晚坐摩天輪呢，我睇到風景嘅視野就比較差啲。因為我記得2024年同2025年嗰時，我坐高雄之眼摩天輪呢係白天。不過今次2026年就喺我生日嘅前1日坐摩天輪。今次夜晚我想試下1次，因為我唔知道有冇下次啊嘛。係就喺我坐摩天輪之前呢，原來有啲嘢改變咗。我仲以為好似之前嗰2年咁呢，係咯，本來150蚊台幣，係咯，佢叫我出示 passport 係減30蚊，就係俾120蚊台幣就可以坐到高雄之眼摩天輪。但係今次就好唔同啦。今次嘅優惠呢，話如果出示咗酒店房卡嘅話呢，俾100蚊台幣就可以坐到摩天輪。我就唯有聽個職員講話，出示咗我今次住嗰間酒店嘅房卡俾佢睇，佢就收咗我100蚊台幣，就俾我坐摩天輪啦。嗱，坐完摩天輪之後呢，我喺夢時代呢個商場行街行咗一陣。跟住我就搭輕軌去到高雄展覽館度落車，跟住翻酒店休息啦。因為呢，係嗰日嘅行程我都攰，所以呢，我翻到酒店休息之後，因為個人嚟我翻香港仲剩翻1日，跟住到7月13號就係我正一生日啦。我嘅正一
其實我今年嘅生日呢，喺兩個地方度過，就喺高雄同香港。呢個回憶真係帶俾我好難忘嘅感覺。到咗我7月13號正喺生日嗰日，我都喺酒店度食最後一個早上嘅早餐啊！因為我班機就1點40分就返香港啦，我大約都3點之前都已經 check out 㗎啦，係啊，跟住我就趕去機場，喺度準備等上機啦。不過今次我返香港之前呢，我班機呢係遲咗起飛嘅，結果佢話2點05分起飛，但係我等到2點05分，國泰航空嗰班職員都未安排登機，結果係遲咗上飛機。不過飛機起飛嘅時候已經下晝3點啦，返到香港都喺度降落都4點啦。等攞埋機艙行李啊，我出到香港國際機場嘅大堂都已經5點啦。跟住我就返屋企啦。返屋企之前都係買個飯盒食啦。今次去到高雄真係得來不易，不過今次真係有估唔到事發生。今次我住酒店嘅使費呢，台幣真係超過4萬蚊㗎啦。對港幣嚟講，我已經用咗超過1萬蚊嘅港幣去住我今次住嘅酒店，因為星期六入住嘅話會好貴，因為受巴以颱風影響呢，即係蝕多咗2萬嘅錢，係。不過都有好有唔好嘅，好嘅就係俾個難得機會我喺台灣高雄過生日，壞處就係蝕咗錢。不過唔緊要嘅，我會認為蝕係值得嘅。不過今次去高雄呢，同我喺香港生活一樣，竟然要面對意外之出。冇法律生活就係咁嘅啦，有時都會諗唔到會有意外之出要面對啊嘛。總結講返啦，我去台灣都已經原來不知不覺間都去咗4次。跟住我同自己講，停下先啦。我諗下一次去旅行，好大機會可能要等到2027年或之後㗎啦。到時我仲有冇機會去，我都唔清楚啦。如果仲有機會嘅，要好好珍惜同好好把握，因為人生呢，有好多嘢都係自己預料唔到噶嘛。既然仲有機會，仲可以行得走得嘅，就梗係要把握機會去旅行啦。不過有啲地方你仲有好多次機會去，不過有啲地方你可能呢一生人只有1-2次機會可以去到。如果個國家咧離香港太遠嘅話，加上如果你能力有限嘅話咧，我諗你呢一生人可能得1-2次機會去到嘅啫。好啦，今次高雄6日5夜嘅旅行，其實對我嚟講已經超出咗我嘅想像。就算真係俾我下一次去到台灣又好，去高雄又好，台北又好啦，台中都好啦，或者我未去過嘅地方都好啦。下一次要我去6日5夜嘅話呢，我諗呢個可能都好難再有。好啦，今次條片就拍到呢度，希望將來有機會去旅行嘅話，我會好珍惜好把握機會。多謝。